而且他今天带来的歌曲呢是高难度的没离开过，有信心哈？有，所以今天要拿的名次是，也许是第一吧。也许是第一，有没有第一？好，一起来欢迎谢梦萍带来的《没离开过》。是好，各位同学。穿过爱的天云色，摆脱命运的捉摸。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有情有情绪永恒，何必再无谓的心酸？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？身边，去走过长安的路口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。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去捕猎蜿蜒的河流。当我溺水心中，你在我左右。带着我走。加倍的温柔，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，请听我说。
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我刚才很享受在你歌声里面，很高吗？可是刚才那个口音的部分有没有很厉害？有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问你，怎么会挑那么高？是不是也太高了？高难度。因为我感觉说这种绅士 key 不想这么高。绅士 key， 好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！好，我们谢谢我们先锋的演出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的比赛将近结尾，欢迎我们的第10号参赛者，最后一号参赛者王伟明，欢迎他上场。